我会知的时阵哦，忽然间落即个强降雨落，咱庄车内底吼无6位哦，拢淹水，拢差不多到20公分。哦，因为这实在上落了较大。那古早时代时阵啊，无做遮水管时阵啊吼，有愈严重。咱这个地区哦，无淹水啦，而且这个排水也真好，因为尤其现在搁有这个滞洪池，而且有寡水拢流按滞洪池过，搁有咱的进做好的抽水站哦，进有一台咧运作，所以进内面的水沟我嘛算过哦，拢头好6至7分甜安尼尔。所以拢无淹水。无淹水，无淹水。以阮遮来讲，目前算效果袂歹。早昏甲做日2工哦，拢伫咧8点到9点半，拢啊点半钟落40米啦。哦，迄90分钟尔。迄阵落起来，阮的队部拢淹起来。但是伊了后拢烧了，烧了伊就咧摕着紧。阮的抽水机咧抽哦，就拢抽离。咱即摆成绩大败，目前咱的流速、流量拢有够。因为雨落了有较济，好佳在咱即届整治，咱清了有较清气上，所以进水有看有咧流，速度嘛袂歹。大甲排水即个工高厂是拢下咧，伊个土地移转，即个环境无，阮会重视。伊若抽水站若阮做好较袂啊。即摆就土地处理了较袂做。土地处理了，对哦，剩即个卡地啊，看会当较紧管处理的咯。131线吼，即在遮因为都较落低。较落低，若落落雨，就淹水，车拢要过无法度通过。像咱即摆封锁线封起，人民众嘛硬要过。即站若会动无偌长，差不多100外米尔。伊若等甲咱掌管做挂水沟甲咱做起来。安尼另解啊，咱即个131线规条就当拢畅通，免讲落雨就袂当过。改善的吼，咱嘛只慢慢来改善啦，因为无可能一概就做到讲随时完毕。尤其像是个气候变迁遮严重，或者强降雨就当预料的吼，所以讲也是要来防范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由于气候急速变迁，常发生间歇性大雨、短时间强降雨，使得地面排水不及而形成水患。近年来，台南市持续针对多处易淹水地区进行整治工程。每当有强降雨发生，市府团队也会与地方里长保持联系，密切观测积淹水情形。经由市民朋友的建议与监督，市政建设将一步一步更为完善。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其实是这波的西南气流事实上比较担心的。今天早上你看。固定淹的地方，像安南区啊，像小东地下道就淹了但是退得蛮快的了，这是不能说没有效果，只是说因为接下来还有一连串的这个降雨而且不是短时强降雨，什么时候短时强降雨，就是雨落1-2点钟就停水就退，但这边是要落过来，可能有落过暝过超过24小时。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嘛加感谢咱各位里长长久以来的造成的淹水，我们希望说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那也希望说民众不要每次下雨下大一点就半夜被吓醒了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能够给民众一个更安心的生活。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24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9次临时会伫下晡召开中事委员会，会中确定开会日期，9月1号将伫闽地艺术厅召开。会中将会审查109年度台南市总决算甲市府所提电付款案，总共16案，金额是1亿1000多万。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5次的定期会拄结束，因为争取会无完成的事项，加上市府新提未少的电付款案，因此议会下午召开听事委员会，确定第3届第9次的临时会召开议程。临时会议事日程，那会期对于
到9月10日在新营明治艺术厅召开。台南市议会第3届地高处临时会确定伫9月1号要伫明治艺术中心来召开。会中除了听取审计部、台南市审计处的总决算审核报告，另外嘛将联系审查109年度台南市的总决算，以及各项的政府款案的审议，总共16案，金额1亿1090万，以及罗德高反对设置太阳光电的请愿案专案报告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经济部中部办公室所规划，台湾市场博览会24号公布伫全台湾举办好事伫遮活动，而且阁特别选定台南市举办开幕典礼，希望互传统市集嘛加入直播甲电子商务的概念，来增加知名度，做伙拼经济。为了让传统市集，包括公有市场、甲夜市，拢会当升级改变，经济部中部办公室特别伫全台8场馆同步举办市场博览会好事伫遮。其中展览馆的部分，就选定伫西门千草新天地，透过破冰的仪式，嘛向前要让传统市集变成线顶菜市啊，带动直播宣传等等来拼经济。为今日开始，拢总到9月19多，为期有差不多1个月时间。伫迄每礼拜2哦，甲礼拜吼，拢有无同的菜市啊，甲摊商会伫咱这个展馆里面线上来直播，介绍因家己菜市啊，甲商品菜市啊特色，甲伊的摊商的特色。台湾市场博览会开幕典礼，经济部为了肯定传统市场的主题花，长期以来奉献甲付出，会长嘛选出台南有9位10档以上的主题会长，颁发台湾市集荣誉会长奖，重名为谢。特别这些会长都是超过资深超过10年以上的一个会长，长期对整个市场的一个经营管理服务提供的一个协助那特别疫情期间，也号召整个我们摊商朋友共同来落实防疫那我们市政府跟我们的一个摊商，我们除了让对咱的市场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一个购物环境。那现在经济部中办也特别建立线上的一个平台，透过这个平台，也使给咱一寡特色的一个市集、特色的一个摊位，还有优良的一个商品透过线上来做一个行销好事伫遮活动对8月24到9月17号，配合台南购物节的商机，希望传统市场嘛用直播来促销，加上电子商务的概念，为市集甲摊商拍开知名度。台湾新闻阮志采访报道。关怀长辈议员陈义珍特别配合爱甲包容公益平台，伫里长吴栋旺协助之下，捐赠30份爱心餐盒，予北区仁爱里的长辈。由几啊间餐饮业者分别提供蔬菜、烘肉、鸡肉沙拉、干拌面、海参汤，也有水果等等，提前祝贺长辈中秋节快乐。平时有提供供餐服务的北区仁爱里。因为疫情的关系，里长加有送餐的服务。平时由里内志工妈妈大家共同料理。上午伫议员陈义珍的媒合，结合台南市爱甲包容公益平台，大家共同提供店内的餐饮，准备30份的爱心餐盒，要分送给仁爱里的长辈。非常感谢我们这个爱与包容公益平台呢，我们所有集结台南在地的企业商家们呢，一起整合起来的这个爱与包容这个公益平台呢，今天特别送爱到我们的仁爱里仁爱社区活动中心，给我们所有的长辈老人共餐。那希望透过这些温暖的食物呢，来传递爱哦，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关怀我们的长辈，关怀我们的弱势的朋友。去年底伫个牛园火锅发起爱心围炉以后，有一群台南在地企业店家所组成的爱甲包容公益平台，结合大家的资源，
共同组成爱心餐盒，要用温暖的食物来传上爱的关怀。阿语包容公益平台呢，是由台南市的几个我们餐饮相关的店家所组成的。那我们呢是在商会认识的好朋友，那在焦喇嘛跟这个吉姆冰箱，还有大邱年糕，那还有台南在地的网红部落客爱吃灰哦，牛眼火锅哦，还有甜蜜点日式贝果。都是我们一起做公益的好伙伴。我们希望透过抛砖引玉的方式，可以让社会大众呢，对于社会一些需要帮助的一些族群呢，能够更加重视。那希望透过我们自己一个小小的力量，可以达成社会一个大大的温暖。上午提供的食材包括有焦来阿嬷的干拌面、酥肥鸡肉沙拉、海鲜汤、烤肉丁，另外还有青果西施提供的水果。油阿嬷特别关注油啊，提前祝贺长辈中秋节快乐。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新华果菜市场是市长黄伟哲上任以后第一件批准动土兴建的大型公共建筑。在各界注目之下，预计9月完工，希望会当成为南台湾观光旅游的新焦点。根据了解，新的果菜市场目前工程进度已经97%，也有厝顶的食材装修甲铺面正在进行，预计9月完工，明年6月试营运。市长黄伟哲上午伫农业局甲这位民代陪同前往关心。市长表示，未来果菜市场除了有现代化服务，更有绿建筑甲智慧建筑的相连性，希望成为观光旅游新的焦点。那其实它除了原来可以取代旧厂，面积比旧厂大将近50%以外呢，最重要的它还是兼具许多观光功能、食农教育还有地方创生的功能，所以可以让我们许多这样子的未来这样一定成为另外一个新的亮点。不管是学校户外教学、校外教学，或者是成为新化地区的一个观光新景点，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非常让人家感谢的一个绿建筑的一个概念。新华果菜市场总经费8亿2500万，然后除了有主要的交易场有184个单位，也有先进的污水甲粪扫处理场，以及宽阔停车空间甲动线，将大大摆脱传统果菜市场影响。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去年疫情严重，罗里门新宝庙的妈祖托梦指示，由超马跑者以爱家的方式，用21天西经台湾一令，为国家甲人民祈福。新宝庙阁特别制作成册来记录这项首创爱家妈祖宽带活动。新宝庙的代表嘛将这本册送给市长黄伟哲。生命世景，大多拢是坐神轿。不过，台南正统罗里门圣母庙，去年9月，确实用马拉松跑者以排假的方式，排着罗里门马，用了21天的时间，环台一日，为国家人民祈福。庙方特别出册记录这个台湾首次超马跑者排假罗里门马环台上课这本册，详细记录着一路以来的事项。该庙总干事陈春福23日特别带着跑者以及册来到市府，将这本册送给市长黄伟哲。迄阵，你走到新宝庙的时阵，你讲暗时我有来。对啊，你阮咧接物件是咱对。参与环台西景的专册作者之一的林业善先生表示，21天环台的活动包含总教练蔡明义先生在内，有这轮流派着马祖的跑者，总共9位，大家一路以来做伙克服真侪困难，最后活动会当顺利完成，拢爱感谢马祖的保庇。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
为了提倡现代小朋友会当重视传统的品德教育文化，安平国际同济会特别捐赠120套的3D 动画教材，予各校老师甲学生上课使用，希望将品德教育发扬光大。随着时代的变化，教育小朋友的方式嘛，甲以前有真侪无同。安平同济会特别伫今年协同台南市教育局，甲4间国小做伙来做品德教育落实的计划，并捐赠2种曾经分别得到过60座国际大奖的3D 动画教材120套，希望会用甲素养的课程来做结合，透过活泼的方式来教育学生。今年有4个学校来加入我们的阵容，包括我们大港国小、我们大桥国小、二溪国小以及我们竹门国小啊哈。事实上，我们在看品德教育的部分是一个长久的工作。那很感谢我们同济会看到我们老师的努力，让它成为一个社群。老师有社群之后，就会从我们目前所发展的教材里面，再做更多的一个教学上的一个互动。很多社会问题都是因为这个道德伦理观念不好，所以我们找一个机会来发起了这个活动。那目前我们已经捐了4所学校，那我们希望这个的品德的扎根计划可以一直的持续下去，而不是只有今年而已。透过活动，希望会当呼吁现代社会必须爱护正确的道德观念，佮善良的美德。自囡仔细汉就开始注重，对五育的排列会用，互人了解到，做任何代志拢必须爱先有好的品德。我想人一生就是要从品性开始，从小扎根。基础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教育如果是一个正确的观念的话，我想它会带动你，影响到你整个人生的一个方向。我们都会看得到，教育没有办法去做量化，品德教育它会看得到实质的改变。这实质的改变力量无远弗届，未来这些孩子将来是国家未来的精英栋梁。那品德教育是孩子扎根的核心。议员林美燕佮蔡旺全嘛来到现场，并透过活动来强调品德教育的重要性。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基美医学中心伫1808年7月设立整合医学病房，主要是收治年纪较大的病人。而且为1809年6月开始建立急诊高龄谵妄症的筛检以及介入流程，让谵妄症的病人会当伫急诊的时阵就被诊断出来。根据基美医学中心统计，自1809年6月到1810年7月为止，整合医学病房已经收治194位高龄谵妄症的病人，患者年龄介于65岁到100岁之间。基美病院护理部整合医学护理长杨礼谦表示，一旦发生谵妄症，恐惊会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若是处理无好，嘛会变成慢性谵妄症，造成永久的后遗症，甚至还会增加死亡率。最近身体不舒服、感染或解尿不顺，或者是最近真的排便的问题，吃不好也睡不好，这个问题都会造成老人家的一个精神状态有点混乱。那这个混乱的过程呢，就称为是谵妄症。对，那一般来说呢，他可能会把这样的一个症状忽略掉。好，可能觉得说啊，他就是最近睡不好啦，所以多睡一点就好了。但是其实他潜藏的一个问题呢，可能带来的是他身体之后的一些功能的障碍，这会引发他之后的身体失能啊，没有办法自己生活自理，甚至有可能会提升老人家的死亡。对，所以这个问题是相当重要，也是我们家人在家里呢可以注意一下老人家有没有这些蛛丝马迹，然后尽早带他来就医，其实可以缓解症状，可以让老人家恢复健康。整合医学病房积极推动高龄友善照护服务，整合跨团队的治疗照护，搭配各种辅助工具，以病人为中心，主动提供各种的照护。我们在整合医学病房呢，我们有一个团队，我们结合了医师、护理师、物理治疗师，然后营养师、关怀师跟社工师，还有护理师这些等等。我们就是这个团队呢，就专门是在为老人家照护。那在谵妄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团队一起来帮老人家从生活上的一个评估啊，然后从治疗上，然后还有复健、营养这些的导入。
然后让老人家在住院这期间，透过这些照护的导入呢，可以恢复他身体的一些照护的需求，然后让他可以顺利的返家，然后过正常的生活。整合医学病房采取跨领域团队合作的模式，也将家属纳入其中，共同来协助高龄长者来面对多元复杂的照护问题，让长者安心，家属安心。高龄照望莫惊慌，陪伴扶持做伙行，赞。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安平的卫振堂为了增加民众防疫的观念，特别设计喙罨甲信众结缘，而且庙方阁替也未开工的新乡挂上喙罨甲护目镜，展现真有创意的防疫善道。安平卫振堂目前配合三级防疫警戒，只开放庙外空间，让民众参拜求心安。同时，为了加强民众的防疫观念，庙方阁特别设计了古水的喙罨，让民众结缘。另外，防疫的基本需求就是挂喙罨。卫振堂也特别将门口也未开工的石雕木洞挂上喙罨、护目镜，希望借此提醒民众爱做好防疫。咱甲咱的圣公公即个石上挂即个喙罨和即个护目镜，重点是要来警惕咱这民众、咱这信众出门在外，记你家己的安全，爱甲即个喙罨挂起来，较袂互即个疫情继续扩散。即摆有一寡信徒看到，迄反应是安那？大家信徒看到，讲感觉真好奇，为什么会甲即个圣公公啊，即个石雕挂即个喙罨？毋是咱圣公公惊疫情，是为着要提醒大家。安平卫振堂除了配合防疫，同时阁宣导防疫，用心设计喙罨，互民众结缘所处，希望伫生命的庇佑之下，人人拢会当平安，疫情会当早日退散。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10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几率有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达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8月2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